恩啦。因為其實短短1年時間啦，就係由香港發展啦，到翻嚟馬來西亞。因為咧，我尋晚先至喺香港咧，前晚先至喺香港做咗單曲嘅新歌發布會啦。咁咧就可以帶住呢首新歌咧，翻到嚟馬來西亞咧，帶俾馬來西亞嘅所有嘅聽眾啦，所以好開心，好感恩嘅。基本上我都希望可以帶一首華語歌翻嚟馬來西亞啦，因為叫做衣錦還鄉啊嘛，係啦，咁衣錦還鄉咧都希望係一首華語歌啦。咁加上咧，我希望呢首歌除咗馬來西亞、除咗香港咧，都可以有機會打入大陸嘅市場。係啦，大陸啦或者係新加坡。我很奇怪，在自己世界裡誰都不配在，因為在我心中一直藏着一個舞台。人群中，誰也能愛得太久，所以我今天要對全世界驕傲大聲說，我屬於舞台。就算梦能成真，有谁在得准？难道多舍不得？生命的空花顺，底牌没有你，我也认。